你係老闆，你啲收入都冇得幾可觀，仲早啫呐，仲早啫呐，都未到清明啊！清明前啊，清明前嗰幾日啊，清明前嗰幾日我到時先揾你哈。啊，那個啥，陳強啊，不要老是在這裡提醒我嘛，我記得的，我知道的。你到時候在我那個微信那裡，打個表情過來，我好像忘了哪個微信是你的了。應該係我冇睇係，今年幾號係清明啊？幾號係清明啊？有5號啊？提前提醒佢自己又去鏟嘅。4號係清明節啊？4號係清明節，可能3號，23號應該係23號。嗰2天回去商量一下，請你飲酒。5號啊？到底係幾多號啊？我冇記得，即係大家5號啊？5號5號誒，5號4號冇得閒。5號係星期5係嘛？應該係23號啊，阿陳強啊，應該係可能1、2號嘅。你到時差唔多1號左右嗰陣時，你發信息睇醒我得咧。因為你幾時你發隻表情來，我到時我先揾你得咧。冇得做咁流爆噶喎，要整靚啲噶喎。依家個市場競爭好大喎，啊！你個係200蚊一口，亦都有啲人係300蚊一口，但係亦都有啲人係150蚊一口。自己去鏟冇嘅，你自己去鏟攞命咩？你都冇低，冇記得我微信好啫，屌你啲客戶咁重要個信息你都冇記得咧，咁我有咩辦法啊？係嘛？咁重要嗰啲客戶嗰啲你都冇記得咧，你嗌我啊點記得咯？自己去鏟冇鏟得落着個，好辛苦個啊！人家嘅500一口，你1萬一口佢都會有，睇下人家肯俾冇啫。真嘅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係真噶。你冇講乜嘢啦？我村咧都有人鏟啦，我村嗰度都有幾隻人鏟啦。佢嗰度係150蚊一口咯，幾多都會有個。冇啊，佢係有啲難，即係講你按個市場價嚟講咯，係冇？按市場價嚟講呢，普遍來說嘛，普遍來說的話都是200塊左右。